我哋馬家雷拳，拳腳爭失，都可以傷人。咁佢打拳擊㗎嘛，係嘛？得一雙手啫嘛，係嘛？咁係咪對佢唔公平咧？咁你意思係咪，如果淨係靠一雙手，你就唔夠佢打咧？江湖兇險啊！你拆得掂嘅？嗱，搞一場正式嘅武術比賽咧，並唔係啲外行人以為咁簡單嚇。哇！你又要揾場地，又要揾有公信力嘅拳證喎嚇，人力物力呵。如果佢咁都肯搞嘅，我一定奉陪。冇問題㗎，我哋電視台一力承包啊！馬師傅啊！喂，教訓下佢啦，你一定會打贏啊 ！DB Energy 有我嘅美貌，加上你嘅 boxing，肯定財源滾滾來。咁睇得起我啊！一個人輸咗一次就唔打，得兩個可能，一係嫁人咯，喂正路啊，一個女人啦係嘛，咁啊翻屋企洗衫煮飯，喂打拳拋頭露面。咁佢第二個唔打嘅原因係咩咧？咁一個人輸咗一次就唔打，無非就係知道自己唔係打職業賽嘅材料咯，冇信心，驚咯，一唔係啊，有啲不可告人嘅，我點知啊？世紀之戰正式倒數，總之佢肯，我肯。擂台見啦！唉，同啲咁嘅廢人打，同踩死隻蟻有乜分別呢？澳門新葡京娛樂城334334.com開啟您的線上財富之旅，麻將胡了、賞金女王、尋寶黃金城、皇陵大道一觸即發，手機一點，遊戲隨心選，自己翻倍，超越澳門現場體驗，立即登錄澳門新葡京334334.com，以誠待客，以信服人。師傅，你發咩夢啊？好彩係發夢嘅，我夢到啲學生走都晒。